就僅做人性生活處世科普，絕不鼓吹博彩行為、賭博即易造成巨額虧損、家庭破裂、負債纏身。請各位觀眾理性觀看，主動遠離一切賭博。歡迎回到賭哥全知解 EP27。長久以來，社會一直教導我們，做人要厚道安分老實，既由待人有信，懂得你人讓很多人把這過花黑戰，先理與人相處，盡量遷就別人提出請求很少拒絕，於是事慣戚區，不願意和人爭辯，一退一步就禮海闊天空。喺走進職場踏入生意場之後，不少老實人慢慢發現一件殘酷嘅事，自己處處體諒別人，為的不是尊重，反而是無休止地索取、拿捏與忽視。越是隨和退讓，別人越唔係顧及你的感受，習慣委屈自己成全他人，理由最後戚區的往往兩人是自己。今天我就和大家聊透，為什麼太過老實沒有鋒芒的人喺現實之中很難站穩腳跟？我先要釐清一個概念我不是勸大家丟掉善良變成唯利是圖、處處算計別人的小人。善良是珍貴的品質，但善良必須搭配底線，就值得提倡。厚道不能沒有稜角和邊界的老實，不叫品性優良，還是缺少滋補的智慧。我在澳門打拼這麼多年，見過形形色色的生意人，也見證無數普通人嘅起起落落。我觀察到一個共性，懂得守住邊界嘅人更容易獲得平等對待，一味妥協退讓嘅老實人常常被隨意壓榨。很多老實人陷入困境，根源從來不是心地善良，而是存在幾種根深蒂固嘅思維誤區。第一種誤區，總認為人心都是相互嘅，我善待別人，別人自然會善待我。理想世界確實如此，但現實唔會永遠按照善意運轉。佢尚有知恩圖報之人，同樣存在習慣佔便宜、得寸進尺的人。當你毫無底線、持續讓步，一部分人唔會心生感激，反而會默認嘅付出理所當然，你的退讓就是圓約。合作之中，如果你主動壓縮自己的利益，成全對方，第一次對方會感謝，第二次習以為常，第三次若是不再讓步，對方反而會埋怨你不夠大方。長期冇底線付出，只會不斷降低自己在別人心中的價值。人性嘅規則就是得到嘅東西，很少有人懂得珍惜。第二種誤區，害怕拒絕別人，擔心拒絕會引發矛盾，害怕得罪人。好多老實人內心有一個執念，希望所有人都滿意自己，不願意和任何人產生衝突。有求助同事塞過嚟壓壞工作，合作夥伴咪提出不合理要求，明明內心不情願，還是硬着頭皮答應，害怕一次拒絕就會破壞人之關嘅。現實恰恰相反，不敢拒絕嘅人只會不斷累積自身壓力，長期壓抑情緒。旁人摸清你你唔會翻臉嘅性格，小事大事不斷嚟找你，到你終於承受不住選擇拒絕嘅時候，所有人反而無法適應，長此一味迎合，換嚟的不是好人緣，竟然是源源不斷嘅麻煩。並穩定長久嘅關係，從來不是依靠無底線討好維繫。第三種誤區，遇事習慣自我反思，衝突發生優先檢討自己，與人產生分歧，利益出現摩擦呢？老實人第一反應永遠是不是我哪裡做得唔好，持續向內消耗，不斷降低自身標準去迎合他人。咁多矛盾本身就是對方貪心不守規矩造成嘅。如果你永遠主動攬下責任，對方不會主動自省，
只會遲出試探你的底線在哪裡，線不斷後退，生存空間自然越嚟越嘅狹小。很多人溫柔修養和懦弱，懂得包容，遇事不斤斤計較，是隔絕與修養。明明自身權益受損，依舊不敢爭取，一味忍氣吞聲，就是懦弱包容建立喺雙方互相尊重嘅基礎之上，單方面忍讓，縱容別人持續越界。不少生意人早期都係老實本分嘅性格，講信用、重情義和伙伴合作，處處體諒，最後才慢慢醒悟。場之上情義很重要，但規則和邊界更加重要。只談人情不談底線，非常容易遭受損失。我年輕嘅時候也經歷過，因為固執情面，要提前約定清楚權責，最後利益出現糾紛。昔日朋友互生嫌隙，經歷越多越明白，成熟嘅處世方式是待人真情，同時設防，以善待他人，但絕不允許別人隨意侵犯自己嘅底線。老實人想要擺脫一直吃虧嘅處境，不用變得心機深沉，只需要做好幾件事，自己嘅邊界嘅咁。第一，學會溫和而堅定地拒絕，不必過度解釋。很多人拒絕他人嘅時候，不斷找理由，反覆道歉，生怕對方不高興呢。過多解釋，容易俾對方找到突破口，繼續勸說你妥協。合理拒絕，不需依要愧疚，你冇義務承接所有人嘅請求，永遠表明立場，守住底線，不需有過多自我束縛。第二，區分值得善待嘅人和不斷索取嘅人，善意要有篩選，平均分嘅所有人，知恩圖報之人值得長久來往，習慣索取不懂感恩嘅人保持距離，減少付出資源，精力有限，一浪費就不斷消耗你哋人身上。善良若是不分對象，最後受傷嘅只會是自己。第三，自身合理權益主動爭取，要被動等待別人啊！自覺咁多老實人不好意思談報酬、談條件，覺得主動爭取利益顯得功利，但勞動資源本就對應回報，正大爭取屬於自己嘅東西，理所應當，不要指望別人主動為你考慮利益。大多數人優先考量嘅自身得失。你不主動守住，皆屬於你嘅東西，很容易被別人瓜分。第四，遠與關係知人疏遠，不必強求所有人都認可你，沒有人能夠被所有人喜歡，花費大量精力討好每一個人。有些人三觀不合，或者只想利用你，勉強相處，只會持續內耗。敢於接受人際關係嘅取捨，必係怕別人對你產生負面評價，係由呢點尤為關鍵。不要害怕發生衝突，很多人恐懼爭吵，盡可能迴避矛盾，但很多時候亮出底線反而可以杜絕後述持續嘅麻煩。當別人越界嘅時候，清晰表明立場，讓對方知道你存在底線，講說做事才會有所顧忌。長久不表達態度，別人會默認，你可以隨意拿捏。在這裡，我係要澄清一個觀點：王不等於處處針鋒相對，睚眦必報。鋒芒不是主動挑起矛盾，而是別人越界之時，擁有敢於捍衛自己嘅底氣。平日裏待人溫和有禮，先遭到觸碰，絕不退讓，這才是最高一嘅處世智慧。我們縱觀很多能夠搶詔賺雲作根嘅後門企業家，待人處事大多平和從容，係所有人都清楚，不能隨意侵犯他們的核心利益。溫和是待人嘅姿態，底線是自保嘅體格。只擁有溫和，缺少體格，容易被外界不斷牽涉。網絡上經常有人感慨，老實人難以出頭，並不是他是本分有錯，
而是很多老實人缺手博弈嘅思維，實勤懇是立身根本。與此同時，必須學會保護自己嘅利益，勤懇加上底線，才能夠穩步往上走。只有勤懇，沒有底線，會持續替別人做嫁衣人嘅，一生會遇見無數人。你可以選擇做一個厚道嘅人，但係幸運會有做沒有靈過嘅老實人。永遠記住，別人對待你嘅方式，很多時候是你自己一點點教佢嘅。你持續退讓，別人就持續索取你守住邊界。別人趨勢懂得尊重，別為了迎合所有人不斷委屈自己。真正長久嘅關係，乜要你持續妥協維持，懂得善待自己，守住自身底線。佢啲善良才擁有價值，一味沒有底線嘅人用換不嚟真心，只會換來源源不斷的消耗。下一節 EP28，我們聊到不要輕易向別人訴苦，人性深處藏着現實，你的苦難很難等嚟共情，容易招嚟輕視與算計。歡迎大家評論區聊聊，你有冇因為太過老實，不懂拒絕持續吃虧的經歷？認同本期分享嘅道理，點讚轉發視頻，訂閱頻道，開啟通知，透過後續更多人性處世奸貨，面正心明。本頻道僅做人性生活處世科普，絕不鼓吹博彩行為，賭博極易造成巨額虧損、家庭破裂、負債纏身。請各位觀眾理性觀看，主動遠離一切賭博。